宜兰五吉乡过去有一个聚落，旧地名号做基立间。过去因为好感欢迎，即阵也因为时代转变，渐渐点睛。即阵是有青年招因的朋友回去故乡，创立好野人社区学校，带当地囡仔行遍土地，重新认捌故乡。台语台青春的日望下暗7点半，特别和大家做伙来看基立间的囡仔伫咧山海之间的故事。嘴唇拿这个位置，然后你下去的时候，大概这个高度就好了。好野人社区学校希望让社区的囡仔更加认捌在地，接触大自然。平生甲基选每一年拢会带囡仔去山顶修复步道，让囡仔透过双手来认捌大自然，嘛体会对土地的尊敬。好野人社区学校就是希望讲，带学生来甲大自然学习，做伙做行课，学习讲服务的精神、服务的态度，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安尼。因为今天会用到火跟刀具，所以我要请你们就是特别小心各方面的安全，然后不要。平生邀请为台中来的基选做伙去基立间为社区学校拍拼。伊看到基立间的囡仔甲城市囡仔资源的差别，嘛坚定伊要留落来的决心。我感觉基立间这囡仔其实因的资源，甲别个所在的囡仔比起来是较少，所以我是希望讲，因来甲阮学习的时阵，会使唔惊去学新的物件。有看到哪些关键字吗？对，我们要透过他的这个视角来看他其实要传达那个字。头腰坐。你们都可以试试看那个无限次答题。有人答对了，有人答对了。这样子，那你答。当去到基立间，平生甲地方社区学校的学生做伙设计实景游戏，透过手机甲学生设计的故事，互游客了解当地历史，嘛有机会去在地古街行踏。我们对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虽然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可是我们又好像不怎么认识它，所以老师就透过各种课程的设计，然后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。为山南步道到旧街的巷仔，好野人社区学校用行动甲土地甲教育连接起来。基立间的青年带领囡仔伫咧山甲海之间定根，用双手打造，重新认捌故乡。记者陈雅纯、连新维，基南报道。